有一日，我喺沙灘散步，我見到一隻小海獅，好難受。原來佢被膠袋笠住個頭，然之後我幫佢解開咗。我先話我知，海洋越嚟越多垃圾啦，令到海洋生物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。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呢？就係用環保袋，不用膠袋，不用即棄膠餐具。喺沙灘玩離開時，要帶走所有垃圾，因為我哋製作嘅每一份垃圾都可能流入海洋。浩瀚嘅海洋都需要小小嘅我們去守護。